看这个较乐观的新闻，将每一天拢当作生命最后一天认真地过，这是这19岁陈景伟伊的生活。因为伊治疗罕见的疾病，愈济岁肌肉愈萎缩，即马只剩规身躯，敢若头甲正手我都出力尔。要不伊并无因为身躯的限制，就逐工由头甲面颠倒伫面册顶面，用一寡呢，即款变笑亏，一寡笑亏影片呢，我着家己嘛，我着别人。当然，伊嘛真积极、真进取，又考调技术学院，甲一寡专业证照。爸爸的，我爱你。真古锥的表情，甲一般少年人共款，拢会翕一寡这对嘴影片。才19岁陈景伟伫面册顶面讲，毋知家己也会当活偌久。那现阶段只有我的右手，还有我的脖子以上可以自己稍微控制，所以我很把握当下。因为治疗罕见的疾病，两骨性的肌肉萎缩，年纪愈大，伊身体肌肉愈无法度靠家己出力，但是并无因此埋怨，等到把握机会认识这个世界。随着小凯迅速摆入杯仔色水，动作看起来较顿较慢，不过伊将生活日常翕落来记录一切，嘛靠着家己的力量，靠着南洋技术学院，也阁摕着电脑应用软体以及的证照。现阶段的目标应该就是好好的在大学快乐的学习。无时间通浪费，这款精神嘛，互伊摕到高马兰文化基金会奖学金。伊透过奖助学金演讲募款来支付每个月将近5万的交通费甲看护费用，互照顾伊阿嬷是真毋甘，嘛真安慰。